拜习会结束啊，两国讲会恢复军事沟通。不过有学者即马是分析讲，美中确实想要降低紧张的关系，但是双方伫关键议题也是无法度讲和，尤其是台湾问题。专家即马认为讲，美中未来竞争的关系并未改变，对台政策嘛未变动。拜习会影响美中台关系，政治大学国关中心举行座谈会，分析未来走向。真侪位学者为拜登后续谈话的回应，明显感受到美中想要降低紧张情势。不过为会后无发表联合声明，这状况一旦看出也是有无同意见。尤其伫关键台湾议题，也甲科技管制议题，双方也是各人讲各人的。也就是说，在这个层面，台湾的问题，中美之间呢各说各话，各自表述，但是呢，只要约制为主。现在看来，拜登想要建立的护栏，其实就是透过各种的对话，双方的对话，去层层叠起，避免冲突。学者认为，虽然短期内台海无真大的风波，不过中国未停止军事试探的动作。习近平虽然伫会中否认有短期武力攻台计划，不过整体也是伫咧甲美国讲，唔通调整红线。唯有共识的，就是美中各再有军事沟通管道，这是较有具体的成果。中共对台统一可能在他的时间表当中，但是武统呢，这件事情是你们在讲的。或者是应该这样更准确来讲，就是说，武统取决于美中关系，恢复军事交流，保持沟通。我觉得这是一个美中关系里面比较相对正面的讯号。但我也不认为在美中关系慢慢的改善状况之下，台湾的议题会有被牺牲或是被减损。学者指出，美中竞争关系未改变。另外，这个拜习会中也提起航班扩充、人员交流、禁毒、AI 各方面的议题。对于未来中美关系会是什么款的走向，也是要看未来双方官员接触的形式才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